这边，来，带一下。这两种后边爱等多啊。阿嬷真的很贴心哎哈，妈妈很贴心，什么都替你们想好好，毛衣都不用操心。那个哈里。啊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一下子就好了，这边一下，可以哈。嗯。啊，我进来，你我进来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来，我看一下我们的板丢哈，板丢，本地。一起板丢呢。好，你们写几张了？等一下我们有空慢慢写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今天是怎么样？特别的冷静吗？啊，特别的冷静，我有带那个考卷给你们呢。好，我先看你们的作品。好，来，好辛苦哦，哎呀，马叔啊，好，我看一下哈。你买过呢？这是谁的？我的。哦，你的哈。你如果说没有时间上色，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边，没有关系哦。不要，这样就对了。还给你生的不好就不好。哦，好，还是慢慢的，我们到11月好不好？11月把它完成。你看他们放，哎，你不是要放暑假了吗？放暑假要我做一个礼拜。这样。现在有空在上色的，到11月。有空在上色，哎。因为我们11月呢，你就把这个作品呢，我们要讲，我们要用主语讲哦。哦对，好，我认真看一下哦，画的真棒了哦，这是有天分的小孩子，哦，有故事性的，对吧？哦，我们做一个作品要有故事性，这样你就可以讲，哇，这个是猫头鹰的生日，好，很好，5张对不对？对，要5张。好，那到11月可以完成。对，慢慢的好。那我看一下那个彩虹，滴露米伊的，把那的哈，来，滴露米伊的，不要讲。滴露米的。这个我们的那个是玩手机玩的。这个是看日出看到哈，睡眠不足，这是看手机看睡眠不足哈。好，这个是正常的小孩子。现在老人家也在玩手机。哎，好，我看一下这个板赖的哈，都有编号对不对？第1张，哎呀，滴露米伊的这个很重要哈。滴露米伊的是什么？这是谁的？你板赖，哎，米固的哈，米固，这是你板赖的哈。哇，很棒啊！他刚好抓到什么重点哈？滴露米伊的很重要哈，会考到哦，一定会考到哦。哎，你看，你的颜色也很重要哦，颜色在考试里面会考到哦，所以你这边呢都是重点哦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我又看到了什么？星星是什么？福意斯，福意斯也很重要哦。好，所以你这边里面的那个元素都很重要哈。人就是挡道，好，再来呢？哎，这里也有重点哦。什么？我们这个是什么？对，房子是什么？鲁马。对，车子是巴黎定，巴黎定比较不会，还没有到那个了。那么，可是恩度有哦，恩度，这是不是老鼠？好漂亮的老鼠哦，这么大只啊！你看书的啊？好大只的老鼠。啊，不会，艺术是没有分对跟错。对，没有错对的问题。你只要愿意把它画出来，它就是艺术，最棒的艺术哈。所以这个也是啊，咖喱，对，在这个把那画的这个作品里面呢，都是我们考试会出来的哦，所以要注意哈。好，这个是把奈的。好，明天过年米固的，好，我们看看米固这里有没有重点哈。其实你看呢，这个你改定的话，它也有很多重点哦。为什么？
生活里面我们要学到好多好的东西，在这个这个感应的作品里面呢，这个都给为的，它是为的，它很重要哦。猫头鹰有没有考到？会。我们按过猫头鹰，公。对。那我们去米迪利去上课，要不要看时间，然后问你几点起床啊？有没有看到床？这个也都是重点哦。所以你们画的东西太棒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米库的。米库有什么？flat。Who is？ 哦，你们两个都有做的。我问过你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还要看很久哦。好，很好，这个也会哦。蠕动。哇，这个梯子我会考到啦。啊，这是椅子。姐姐，你把人家的椅子变成梯子了哈。这个是不是桌子？这是椅子，这个会考到哦。桌子是什么？巴拉。椅子是什么？阿能啊。这个会考到哦，我没有骗你哦。对，很棒哎！你们能够把主语考一。连呀，就是有点画宠物。没有，这是最够你啊！橘子跟啊，妈咪一定会有的哦。妈咪啊，这是什么？地瓜。啊，地瓜哦，我那个什么，哎呦，公啊，我们公呢？玉米。啊，阿里赖，这个都会跑出来哦。等一下我就给你们阿里赖。玉米吗？好胖的玉米哦，好好吃哦。好，都是重点。你看画画是不是很重要？你可以，你可以把你画的东西呢，把它，真的是玉米。你的玉米也太大个了。你的玉米，我们5个人吃可能都吃不完。对，不是，它的那个玉米一半被老鼠吃掉了，哦，剩下什么？吃头跟那个。它地瓜很香呢。地瓜好像看起来很像人呢，很像有生命力耶，好像就是卡通这样会讲话的那种。地瓜还有毛呢。差一点没有给它长脚跟眼睛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看月亮有眼睛呢，哦，有眉毛。那个其实是月球在坑的。好，相信我哈，你们呢记住，你们的作画呢其实都有重点，所以我们。从你们作画的时候，你们要讲这个故事，你们都会把重点怎么样描述出来，所以很重要。这个画在11月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完成，好不好？就是最好是11月初就把它完成啊。因为这个我会怎么样？我会把它拍照下来。你们在讲故事的时候，把它拍照下来、录影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会怎么样？会打字。你们这一篇。几分钟的那个故事哦，会变成你们永久的，而且我会放在不是 FB， 是在 YouTube 里面哈。哇，情绪集，要散会点害你。哇，你们3个都好累哦，那这个要收好哦，要慢慢去完成。